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熱心分享明咁樣同大家介紹呢隻個海濱花園7座嘅高層 G7 單位啊！呢個單位咧係一個3房套嘅設計，全海景嘅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可以望下單位先。單位咧，我哋首先咧就喺個主人房嗰邊開始睇先啦。因為主人房咧，我哋會見到啦，咁啊對住個洗手間咧就可以擺到床嘅地方，咁亦都可以擺到5隻床啊，或者再大啲都冇問題嘅。咁啊洗手間嚟講咧，做咗一個企缸嘅一個設計，比較慳位啲。咁亦都係個景觀啦，望翻海景之後啦，咁亦都係呢個門口位置咧，側邊同埋上面咧，咁我哋可以見到啦。咁啊上高咧一個大嘅櫃啦，咁啊一個走廊櫃一路延伸到係一個走廊位置，黐住主人房呢間房咧，咁你如果想打通間房咧，亦都係可以做到嘅。咁啊佢靠翻牆邊嘅位置咧，就做咗一個多格嘅一個書櫃啦。咁啊書台咧就黐住個海景呢個位咧，咁我可以熄個燈望下，咁我又話即係非常之吸引嘅景觀啦。而另外啦，呢張小人嘅小朋友嘅床啦，咁啊可以亦都係望翻個海景位置，非常之靚嘅。咁啊，如果你拆咗呢張床咧，你放翻個4尺半床亦都非常之輕鬆嘅呢一種。去到呢個客廁部分啦，咁客廁咧，咁佢啲星盤啊，啲洗手間嘅櫃咧都係新做嘅，咁啊，所以都好企理乾淨，咁啊都係企缸嘅設計啦。客廳部分啦，咁啊呢個應該都超過10尺闊嘅一個距離嘅，咁啊無論你擺60寸電視啊、70寸咧，都應該綽綽有餘噶啦呢度。咁而另外咧一個飯廳位置啦，咁啊喺呢個靠牆位啦，咁啊做咗一個飾物櫃啊，咁而另外嗰邊咧，其實擺琴啊，擺張大嘅圓台、長方形台咧，都好充裕嘅啲空間。入門口咧偷咗少少位，就喺個廚房嗰度咧偷咗個位，就做咗個櫃出嚟啦。咁啊個儲物空間啊櫃咧，咁我可以做到頂。咁而另外啦，咁啊呢個廚房位啦，咁啊亦都係新裝修過啦之前。咁啊可以見到啲木係嘅設計啦，咁啊嗰個備餐區咧都非常之大，咁亦都會有翻個窗位。咁啊所有可以望到窗嘅位置呢間屋咧，基本上都係全海景可以見到。